上海城市嘅2025年特別限量版咧，點解會係98隻而唔係100隻呢？作為新一代嘅你哋咧，又知唔知道喺60年代至80年代咧，究竟流行緊啲乜嘢款啦？甚至乎係佢嘅設計係點嘅樣嘅呢？嗱，咁作為趕上潮流嘅你哋咧，我相信接落嚟以下我所介紹嘅呢一個款咧，你哋一定會考慮。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哋今集嘅國標 Channel。嗱，咁喺中國文化裏邊咧，紅色除咗係代表呢一個喜慶啊、好意頭之外，咁亦都係中國嘅呢一個代表顏色。今年咧，中國就係製錶業嘅70週年啦，咁係一個非常值得慶祝同埋紀念嘅呢一個年份。所以咧，喺今年咧，國標品牌都陸陸續續咁推出咗好多呢一個紀念款嘅手錶，咁而且同樣都係用上呢一個紅色嘅元素咧，就加入咗呢一個設計。咁啊，例如上次有介紹過嘅呢一個海鷗中國紅嘅限量版復刻5星錶啦，上海嘅呢個繁花特別版，同埋我今日所介紹嘅呢一個就係上海國民系列嘅城市2025年嘅限量版啦。上海錶今次推出嘅呢一款限量版呢，我覺得完全就係呢一個老上海紙醉金迷、復古摩登嘅情懷。咁首先，而錶殼呢就用咗60年代非常之經典嘅殼型，咁而再鍍上呢一個80年代非常之流行嘅金色設計，咁好有呢一個年代感之餘呢，再配搭翻呢一個酒紅色嘅錶盤。咁原來睇上去金色同埋呢一個酒紅色嘅配搭呢，完全就係一個絕配嘅顏色。但係睇落去又有一種低調沉穩嘅高貴感，而錶盤嘅設計呢，就冇用到任何嘅刻度，而係用咗一啲現代着重嘅呢一個無字天書嘅設計。咁只有簡單嘅大三針啦，同埋上海嘅呢一個品牌標誌，簡潔利落嘅太妃針，再配搭翻上海經典嘅 A581型手錶嘅呢一個紅色箭嘴嘅秒針。咁而喺12點位置就係呢一個金色上海錶嘅 logo。喺50、60年代就由呢一個陳家昌設計嘅上海大廈體嘅 logo， 亦都係第一代上海牌嘅標誌。咁而喺6點位置呢，就係呢個橢圓形嘅圖案，咁由呢一個英文 S 同埋 H 咧組成，咁啊代表咗上海嘅英文縮寫 Shanghai， 同樣都係象徵住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嘅地位，同埋呢個中西交匯嘅文化特色啦。咁啊，另外喺錶殼咧就係用咗不鏽鋼再鍍上呢一個金色嘅設計，錶殼嘅尺寸咧直徑34mm， 厚度11.3mm。錶帶方面就用咗全黑色嘅呢個織布帶，而整隻手錶咧就係模仿翻復古嘅呢個偏細碼嘅尺寸。錶頸特別用咗呢一個拱形 K1嘅水晶玻璃做，咁而呢一種物料咧嘅特色就介乎於喺藍寶石水晶同埋亞克力膠面之間。嗱，咁做到呢一個舊式嘅亞克力面復古感啦，比起呢一個藍寶石咧，又可以帶有呢一個銀度，咁就做到唔錯嘅呢一個透光度。再加上卜面嘅設計咧，就完全咁加重咗呢一隻手錶嘅年代感。而機芯方面就係用咗上海嘅0700D 機芯，手動上鏈。而呢一種類型嘅機芯咧，一般都會出現較多喺呢一個上海細碼手錶裏邊嘅。動力儲存咧就去到38小時。而振頻方面咧，雖然係21600，但係佢嘅精準度同埋呢一個穩定性咧，都係做得相當之好，更加係成為咗而家嘅收藏家同埋鐘錶愛好者咧嘅一個心中嘅經典之作。咁再反轉呢一個錶底睇睇，做咗呢一個物底嘅設計。咁可以再次見到頭先我所提到嘅呢一個 SH 標誌交叉組成嘅呢一個圖騰。除此之外，喺錶蓋上面咧都印有呢個中國製造同埋始於1955年嘅字樣，致敬翻品牌製錶嘅歷史。咁而呢款手錶咧係限量版98隻，每一隻手錶嘅錶底咧都會有一個獨立嘅限量版號碼。嗱，咁點解至於會係98隻呢？咁啊，查翻上海嘅一啲歷史，先知道原來上海係喺1927年設市，咁至今去到2025年呢，正正就係上海設市嘅98週年啦。咁所以大家如果係要戴啲中國製造嘅手錶呢，咁就一定要留意翻我哋嘅 channel 啦，因為我哋真係手錶說故事，裏邊有好多可能唔同嘅細節位呢，大家都未必會發覺到嘅。好啦，咁如果大家對我以上所介紹嘅呢一款非常之有紀念價值嘅上海國民系列城市2025年嘅呢一個限量版感興趣嘅話呢，咁不妨即時去翻我哋嘅門市佐敦裕華國貨嘅中華國錶咧國潮門市度了解下。嗱，咁而呢一個酒紅色嘅錶盤，再配搭翻呢一個金色呢，其實你哋喺電視或者係電話裏邊所睇到嘅話呢，我覺得
直接去門市嗰度了解下呢，或者係去參觀下，係真係仲靚過你哋而家喺電話度睇嘅。咁啊，大家一定要親自去睇下呢一個實物啦。好，咁又係時候要同大家講再見啦。記得 subscribe、comment、like and share， 撳翻個鐘仔，當我哋 update 最新嘅資訊嘅時候呢，你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咁如果喺外國嘅朋友呢 click 翻條 link， 咁可以上翻我哋嘅呢一個網站度呢，就揀翻你自己心水嘅手錶。好，咁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拜。